观众朋友，今日个好无？欢迎收看福起来，我阿明姑刘浩明。台湾在2001年1月4号的时间都通过我哋嘅治安服務法，同樣呢，我哋嘅聯合國嘛係把2001年定為我哋嘅治安服務年，我哋國際嘅職工年。咁我哋呢算是治安服務一件事情咯，其實算是我哋一啲個業務呢一啲體驗嘅發通，但是都係治安服務而個內容係乜嘅？我哋今日有請到係我哋台灣治安服務國際交流協會嘅黃淑芬嘅秘書長來到我哋嘅現場度分享講，到底乜嘢嘅治安服務同時，我哋同我哋國際嘅聯合，要係樣咯，我哋馬上歡迎我哋嘅黃秘書長嚟到現場。黃秘書長你好。主持人好，安尼嘅觀眾朋友大家好，我係淑芬。因為談到我哋治安服務也部分吼，我哋大部分都會想到講，其實而家我哋幾多太人啥咯，開始志願服務啊，吼，都志工證啊，吼，志工證啊，吼，我哋我哋講是我哋治安嘅服務嘅講時數啦，吼，啲登記，但是我哋幾多我哋今日嘅主題都講，都係因為我哋治安嘅服務係我哋國內自家嘅搞好搞，還是講我哋同外國其實係有聯絡，尤其係我哋今日有倡導，算是我哋國際交流嘅協會嘛，吼。喺節目咧開始，係咪同我哋觀眾朋友先講一下講，從呢位國際交流嘅協會一般都係樣嘅組織，同時也會總旨係乜嘅啊？佢就像安尼主持人講嘅吼，佢聯合國吼愛來聽安尼國際職工年，跟住個地哦吼，佢啊治安服務哦，真係做係全世界嘅事情哦，唔係做安尼台灣自家嘅事情吼。啊，當然安尼自家台灣嘛做到當好啦吼，因為安尼台灣係天一集。聽安尼治安服務法嘅國家，跟住個地也政府嘛動重視吼，也安尼人民呢自發性嘅啦吼，主動來幫助也社會嘅一條事情啦吼。啊，故說呢，到個2001年嘅時候吼，因為也國際職工年。嘅全世界按重要嘅事情，安尼台灣吼，咪要組一團吼，就去到嘅荷蘭哦阿姆斯特丹去參加安尼嘅國際職工協會嘅世界年會哦，到今年啊就是到東感通哦，哇！因為全世界有安尼2-3千人哦，有老嘅吼，有後生嘅安尼一團，到個世界100隻國家安尼來參加一隻嘅發通，跟係嘅行啊做到去上講，跟安尼台灣治安服務嘛發展咧安好，跟安尼係咪有同一國際社會來做一隻同好嘅一隻合作，吼，也係講安尼到安尼台灣發生咧同好嘅安尼案例嘛，都係帶到國際去推廣嘅分享，吼，故從係將來啊做到去上講，係咪啊做得做一隻。安尼全國咧安尼協會，做一個來同也國際職工協會來做一隻安尼合作，吼，故說今年啊將來就去問安尼全台灣啦，吼，也都要做嘅啊職工做到同好嘅安尼組織啊，就講，然後成立安尼國際嘅交流協會，你都要支持我嘛，佢喺度談到馬斯道講同樣意義啦，吼，佢就講好，跟人去做，我哋都做來支持來成立。哦，將來嘅下，我將來有一條朋友吼，安尼幫助安尼將同安尼台灣治安服務國際交流協會佢成立起來。咁創業動作協會是安尼成立以後，其實嘛係希望講把我哋台灣呢一種治安服務嘅經驗同國外人嘅經驗其實就發放嘅。但是一般人可能會想到講，假你治安服務協會，因為其實國體嘛有啲算是治安服務嘅算是啲即係嘅協會啦，吼。假你同一般來講嘅話，人哋社會福利嘅機構有乜嘅差別咯？係，我哋都吼同一般安尼會談到嘅呀，社會福利嘅團體啦，吼，也係講提前去做職工嘅團體，較無共樣，因為我哋都係來接安尼國際職工協會，吼，嘅故說國際職工協會到嘅全世界去做4種事情啦，吼，第一種叫做創意。吼，做個新嘅方法，也係新嘅職工管理嘅安尼新東西出來，解決社會問題嘅新嘅方案出來，咁你就推掉到學，學嘅呢，咁你就對帶來台灣哦，來幫助台灣呢嘅治安服務嘅發展啦，嗬。咁呢天呢就係我哋到呢。
每2年，安尼就有一只世界年会，吼，做爱来回顾啊，一2年，安尼世界发生乜个重要的事情啊，也係講有乜個好嘅方案，大家人做得來互相來交流，吼，啊，個會做愛培養一志工管理嘅人才。哦，做个志工的安尼領導者，吼，還有做係青創業嘅做係安尼世界各國嘅國家做得來合作，吼，今日就到台灣嘛做同樣嘅事情，吼，亦做係也國際推廣乜個新嘅安尼事情啊，就像個聯合國啦，吼，佢到個2000年嘅時候，安尼就有一張到 MDG 千禧發展目標。啊，個係2016年又有永續發展目標，佢也就吼同重要嘅國際嘅事務，就同安尼志工黨有關係。因為呢，也國際嘅志工協會同聯合國吼，佢係個很多 UNV 吼，做一個聯合國佢屬下安樣嘅志工嘅組織，安尼就組成一隻同好嘅安尼聯盟吼，做係要強下來也發揮志工嘅精神，來達到安尼嘅也國際也條目標嘅達成。像安尼事情，安尼嘛要同國際帶轉來台灣，本來你台灣嘅志工社會低，吼，今日咧就做下樹咯，吼。也係愛舉辦同道嘅安尼訓練啊，本來你台灣嘅志工嘛啲講，安尼做志工嘅人哦，安尼唔咩就講安尼嘅水溝嘅有通哦，天火有臭哦天哦，安尼係啲講國際有發生乜嘅大事情，安尼志工做得用乜嘅力量來推咧到幫助吼，嘅尤其呢像安尼。青年呐，吼，後來我哋都有注重也都青少年嘅志工嘅培養啦，吼，跟我就我哋都試到講，青年服務係一隻同安全嘅一種平台，所以就本日就青少年都也志工嘅當下來學習同到安尼世界事務嘛好，來加強佢哋嘅能力，吼，咧就嘛好，吼，跟我哋就後來我哋就嘛做同到安樣嘅知識嘅管理啦，吼，也係議題嘅倡導，吼，就像嘅安尼也2009年咯，吼，想講安尼嘅主持人吼，怕嘛有影響，安尼嘅還有世界運動會有冇吼？安尼要用很多嘅志工哦，嘅志工安樣嘅管理，志工安樣嘅去對就入來做一個團嘅強下吼，來合作。嘅下我嘅國際志工協會就用動態力量來聽取安尼高雄市，吼來協助安尼咧度吼，本安尼一套當好嘅安尼太大型嘅發通吼，安樣嘅幹志工嘅安尼方法吼，叫做同安尼知識做本安尼咧度，做一個本我嘅協會到嘅高雄都會得來協助安尼嘅市政府來完成安尼喺台灣第一隻安大型嘅運動會，就像安尼事情。2009年嘅擺高雄辦嘅算是世界太空運動會，吼，其實對我哋南部人來講啦，係一個關於重大嘅事情，係因為這是我哋第一擺喺南部辦嘅一個，尤其係新的嗰種算是運動場，吼，其實讓陸上較好，都開始馬上來辦入嘅運動會，對我哋唔單是高雄來講，對我哋屏東來講啊，嘛，因為講係啲太空人去做事情，但是我哋秘書長講出嚟，才發現講哦，原來睇入邊啲安泰發動後背，其實係一個算是一個大型嘅一種國際嘅組織去教我哋講，用我去統人按大量嘅志工吼，同時去統人按大量無共樣地方來嘅志工嘅時間，用嚟分派任務。嗰時講到入邊觀眾朋友，我想到講，頭先我哋秘書長其實有講到過重要講，我哋做志工啊，吼，唔能跟我同水計劃啦，冇都講我哋民意登記嘛東西，其實也係一個算是我哋國際交流協會裡邊，算係一個算是一個窗口。好，一方面把我哋國外嘅知識帶入來，同時嘛把我哋國內嘅一些我哋嘅
整個本土嘅人看到，同時也譬如有啲貴重嘢都講，亦都有講到創意，同時我哋培養我哋嘅人強嘅領導者，還有我哋呢同其他國家嘅，譬如講人非嘅溝通啦，嚇互相嘅一啲交流，將一部分嘅話，將即個有影響過程嘅，譬如講青少年嘅發通。2012年我就發通一隻發通很多逐夢計劃，個逐夢計劃安尼有17隻國家都喺地方去參加。嗰個2012年開始，我就開始帶安尼台灣嘅一條青少年嘅志工，去到同個聯盟嘅一條國家，我哋就去差唔多10隻無共樣嘅國家，去做志工嘛，同其他條當地嘅青少年啊，向下來交流啦，來參與安尼國際事務啦，來協助也各隻國家無共樣嘅社會問題，我知道用安尼嘅方法做得安尼擴展安尼講嘅國際視野啦，也係講去學習朋友無共樣嘅地方安樣。各位，2021年間，我就同安尼高雄嘅美國學校來合作，我就講一條學生嘅英文同好錯冇咁嘛動搖安尼夫婦嘅熱忱啦，希望安尼來向下合作，安尼來去嘅高雄綠鬼係安尼嘅產財故鄉，當然唔止講綠鬼。有產嘅山茶，有個野生嘅山茶咁我就知道，哎喲，安尼地方當好，喺安尼高雄，當無共樣，當特別嘅一隻地方。喺講一隻地方，下一擺嘅疫情喺結束以後，喺有外國嘅人我來嘅話，我是知道我會推薦也綠鬼做錯嘅，不過其他就會國際化係樣嘅。冇下一擺有呀國際嘅觀光客來，其實無法度接待，我知道當可惜啦嗰種我哋呢國際嘅學生嘅來到我綠鬼嘅話，伊可以用嚟聽說我哋綠鬼咯。首先下我哋下一段節目為嗰度個精彩故事。翻過來，復起來嘅。上個節目我哋來自苗栗，但是今日喺呢啲高雄嘅台灣志願服務國際交流協會嘅黃淑芬秘書長來到我哋現場，同我哋分享講幾啲台灣嘅一啲志願服務嘅情形。我想請問一下，因為頭到嘅綠鬼嘅事情啊，其實講到一半，後來呢，一到我哋啲國際學生嘅啦，我哋美國學校嘅學生嘅去到我哋綠鬼，一定做乜嘅呀？其他做乜嘅一當神奇其他都去嗰度唔係講去服務老人家也服務青年，我哋都去做推啲到綠鬼嘅山茶推國際化，跟住都好，我哋都一條學生嘅嘛，美國學校嘅學生嘅，後來嘛當到國際學校嘅學生嘅，同外國轉來嘅一條嘅學生嘅全部都介意噃，跟我哋都注意做同其他條嘅山茶歷史。還有嗰度當位總裁嗰度當腔嘅阿伯阿姨嘛嘅其他條故事還有安樣嘅色茶，爭很多有安尼國際禮儀其他條發明這個茶席，然後就同其他條一條故事全部都翻成英文，嗰度嘅出書。個還有呢，我就請安尼多呀台灣讀書嘅一條國際學校嘅大學生，有10種無共樣嘅語言，同佢做安尼茶席，個錄音，同佢錄10啲無共樣嘅語言嘅錄音帶，嗰個真嘅後尾安尼就派上用場嘅了，因為疫情。過好嘛嘅一條安尼下又有嘅高雄啊，又有嘅乜嘅輪船啊，會下來啊，都當到國家無共樣嘅一條嘅人就會去到嘅安尼，雖然係安尼講嘅狀下，唔過一綠鬼經過一幾年，安尼對安尼國際化，要同嘅安尼國際學校嘅學生人帶入去，佢哋都專注開始培養7屆人，
后生人嘛做得讲英文。古说其他都也做得接待也都同个马来西亚来的啦、泰国来的啦、越南来的啦也都啦其他都许多同学教都先不用，我哋就以前的只讲6样的，佢就茶时退了就讲一遍也乜嘅茶，有乜嘅茶，也有乜嘅器具啊来泡茶乜嘅跟呢就比了就谈其他的语言泰国来的我就不用泰文本堂，越南来的我就不用越南语本堂安样大部分其他都英文做的通啦跟我哋就去做安尼的事情。咁安尼呢做动物空用，因为其他都去训练，其他都载体的6几个后生，乜都得讲英文。古说我嘅也只计划我去7摆的，今年我去第8摆到第9摆的跟呢去到几片的外国的也到4年啊，差不多有150啦跟连我哋都也係嘅6幾個阿公阿婆做得講英文做得講英文做得退了就安尼溝通真緊安尼我哋都知道講，安尼嘅方法唔單止做得去退了就聽書，也地方嘅事務，又做得幫助其他都安尼經濟嘅發展啦嘛比較就做係當到安尼觀光客係要來嘅話，其他就主要發度做得來接待跟佢做得有一啲國際嘅觀光客來做得幫助安尼呀農村安尼經濟嘅發展。但是我對另外一個角度來看到，其實喺以前那個時節，國際學生啊，真是冇辦法過去。可是你睇台灣，但係你冇辦法過去這個國家地方，看，但是有一個機會，你可以認識台灣無同樣嘅地方，同時用自家嘅話來聽書一樣，我能講弄別國啦，弄山林別國嗰度西藏嘅啲老人家，真係去用嚟去了解自家嘅茶禪，用嚟了解自家嘅一種茶嘅文化，用自家嘅用自家嘅語言。最尾一道事情唔單止講，一道學生可以了解當地嘅文化，同時嘛可以幫一啲同胞，馬來西亞啦、泰國嘅同胞去了解講，原來喺台灣有一個安好嘅一種文化。其實我想到講，哇，其實佢睇緊你哋以前嘅事情，其實相信心情嘛，佢壓榨，但是其實有安尼事情嘅時間，我相信對一個冇辦法過去嘅學生來講，嘛係一個幾好嘅一個方法去讓佢抒發自家嘅想法。可是我想講，因為其實以前我哋有談到講志願1.0、志願2.0，也算2.0嘅吧？係其實志願服務2.0一個名詞係我發明嘅啦我呢，因為我當年我去到我嘅世界年會去做發表嘛有一年我就發表講。志願服務係2.0因為過去你就講志願服務，就到聽書騙人出家嘅身份不用動勢你做唔得，今後你做默默行善，跟我就知道講，他家人做默默行善，做冇人哋，你都做好事跟好事一定要問他家人哋嘛嗰時我就講，你要入到志願服務係2.0跟2.0為本嘅也沙期帶來無同樣嘅轉變跟第一集就會講，你譬唔係做增加其他度嘅消費嘅價值，還做係增加其他度嘅經濟嘅價值就像我哋對對聽書也審查除了度轉變無同樣嘅語言嘅時候，用一集沙期要發到去服務外國人。安尼做在增加其他嘅收入啦還有聽一集就係安尼志願服務2.0，本人幫助嘅人，還個幫助人嘅人，做得有一隻當好嘅一隻循環做係個我幫助我嘛做得多呀，學習到無同樣東西能力也到還有對我自家無論係去讀書，也係講喺一擺愛去尋條路，嘛當有幫助對方來講。你嘅幫助，佢嘛知道講，哎呦真緊要爭跟喺一擺，我做得去服務到無同樣嘅人，跟我嘅一道社區嘅發展是都無同樣嘅。即種我講嘅志願服務嘅2.0，唔係做創造呀社會嘅價值，還有做得創造呀
经济的价值，安尼做个一只动创业的一只观点。我还没简单来讲一下，讲职业服务1.0等于讲，比如我哋单方向去听数，好去帮助，但是2.0等于讲我帮助有一定能力可以去去帮助到别人。好，等于1.0，一加一个2，同时我们可能对帮助的时间，我这个嘛得到一些学到嘛个东西。故是变成讲，因为一个职业服务一件事情，变成唔单止係一个单方向嘅付出，其实伊可以讲会变成一个，我哋讲服务嘅一个量。好，可能服务嘅嘢，都可以有能力以後，而在服務另外的人，甚至你可以睇下服務地位，即個咪要得到東西。嘿，輕重要嘅就會講，當係你服務嘅循環地位吼，佢一隻沙期做得設計起起來，吼，就會講我安尼我要動好嘅資源，做得去發展我設計沙期嘅經濟，也係講我一個產業吼，也都，佮安尼對啊，整件沙期就有很實質的幫助啦。我唔錯係，其實也真係喺我哋因為講，其實譬如我以前我哋沙期太好嘛吼，我哋嗰度只講其實後來我感覺到有一些唔係講都係職業服務都行到面，都真係講嗰種人嚟講做功德，嚇我哋知恩得用係，但是我們因為講其實佢面美術上同人哋講出一啲新嘅構圖，因為構圖係真係講我哋聽數人，比如伊嘛可以聽數騙人。好，某同時我哋喺聽數嗰場地方，我哋即個咪要學到。其實我哋提供其實學位費其實也經驗有委託，我哋呢社費來做一些，譬如我哋學長咧，我哋生意呢一啲交流，係咪？同咱廣東朋友大概了解下講，希望我哋到幾年我哋呢學位費同我哋社費開始做交流嘅。2018年噶吼，計下安尼呀學位費吼，有安尼長少年國際師傅嘅訪問團嘛吼，計下佢哋都對上講。哎呦，安尼也都嘅安尼全國咯選出來，按優秀嘅客家後生吼，安樣嘅去，比咧就去到外國來看外國嘅國際師傅來學習吼，嘅安尼安樣嘅做，佢做嘅就比咧就吼看到較多無同樣嘅東西吼，安尼嘅叫唔做講，你後生人咯，花咁多國家嘅錢做唔得去嘅就像旅行團啊，去嘅就搞啊，也係去看乜嘅嘅都。佢都無同樣啊，佢都想講，佢安尼安樣嘅一隻學費，也係一種樣嘅組織做得來聽數安尼事情啦，吼。佢下呢就拄好，因為我過去同嘅外交部嘛，吼，有做過同多安尼有關係國際事務嘅安尼事情，吼。佢哋都主要來打電話來問講，我哋都有興趣來做安尼安尼冇，跟佢都來想講，一當都好啊，那迄個國家也係做唔想去做嘅事情，就同我體就同我職業服務當有關係。聽日就做我哋都參加係國際職工協會，吼，嘅安尼有全世界安尼名錄，吼，嘅同多安尼合作嘅單位啦，跟我就講，我哋都來試看啊，安樣啦，吼，嘅古上啊，嘅下我就同職業服務安樣嘅。觀念，就變到嘅安尼嘅長風團地位，吼，都想講，安尼也都客家後生安強，英文又講到叻叻滾哦，客話又講到安好哦，又當到安尼表演嘅才藝叻到吼，跟來訓練呢，來試看啊，做得去到外國來服務，安尼嘛同樣，去到一到老人嘅中心啊、難民中心啊，一到乜嘅身心障礙團體哦，吼，安尼就都得來安排，所以特別咧就去做職業服務啦，吼，嘅下我都對想講，係啊，希望安尼做來聽數一下，哦，即古時就到2018年開始，安尼就來合作安尼一隻安尼吼，同過去到一下嘛。大嘅30、40嘅也細學安尼出國嘛，是到當有意義哦。都但係我哋到英文講嘅表了，同時要會講客話嘅我哋客家嘅後生嘅出國以後，都係要看到某個東西，同時嘛學習到某個東西。休息下我哋喺度節目為嗰度個精彩內容哦。
翻过来，福起来。上节目我哋来自台湾志愿服务国际交流协会嘅我哋秘书长嚟到现场，同你分享讲，伊哋接触到我哋客委会嘅伊哋委托以后，伊哋把我哋嘅客家后生嘅带出去，都係带去奈咯。然后同时我哋客家后生嘅要看到乜嘢，我哋马上請我哋秘書長同你講。係哦。嘅安尼客委會吼有3個目標啦吼，我第一就後生出國吼，第二就一定要同安尼嘅海外嘅客家社團來交流吼。嘅呢，我印象哦，當初哦，做起我哋就去嘅新加坡、馬來西亞吼，嗰邊嘅環境哦，同安尼台灣吼冇同樣，嗰邊嘅客家話哦，始終唔得講嘅啊，哦，乜冇乜嘅教育來教其他就下一代哦，嗰度嘅。嘅老人家看到安尼嘅長風團咧，後生人按會講客話哦，就當聽哦，都同其他師姐喺度講，哎呦，呢度學客話，唔看呢度台灣來嘅後生我客話講到按好哦，有一天就目標啦，嗬，天就目標嘅就係講，我本日就後生人做就看到世界。國際都會要關心乜嘅事情，人家都做帶佢哋到去啊，都會政府嘅啦，也係非政府嘅啦，也係青中業嘅做呀文化保存咧，安尼組織去看，我看呀外國用嘅保存，吼佢哋都會嘅少數嘅民族，也係佢哋都會語言。像我哋就去嘅西班牙，再去看卡塔羅尼亞，吼，嗰度嘅地方，哦，其他都嗰度哦保存咧嘅語言中心呐，也係講一度幾個全部都做到同好，安尼再去學習，吼，本日就後生啲講，嘅安尼來到台灣，安尼樣嘅吼，好好嘅來保存，安尼一家客家嘅文化，還有安尼嘅一家語言，吼，啊，第三個輕重要嘅再去做志願服務，因為一度後生到台灣哦，訓練哦，佢哋都會訓練一套吼。跳舞、唱歌、客家山歌、搭載鼓、馬街哦，18般武藝安尼訓練有一段20分鐘嘅表演，咁現在就有表演咯，哦，清好嘅就係嘅老人咧安養院咯，嘅許多嘅兒童嘅也係將歐洲有安尼難民中心吼，佢哋做去表演，哦，佢哋都看咧，哦，做乜事都講。哦，原來台灣有安樣嘅客家文化，還做一啲表演、唱歌、跳舞咧度吼，嗰個一啲後生要教一啲老人家講客哦，一啲吼，個愛獻嘅嘛有啊吼，像我咧度去到紐西蘭吼，去教嘅細學嘅，啲佢哋國小學生都愛獻嘅咧度呢，啊，就知道哦，也真係很濃厚嘅一種文化嘅安尼吼，用安尼一啲客家後生，有乜嘅安尼天分，有乜嘅安尼才藝。佢哋就拿出去國外去交流，去本佢哋就提講，安尼台灣嘅客家文化，哦，係有按到後生嘅度都會參與安尼。安尼聽落真係我感覺到係一個幾豐富嘅一段一個過程，因為嗰種我哋做，算是我哋一年頭嘅人啦，嚇，曾經我哋咧客方面本人因為係一個方言嘛，嚇，一個嗰種幾指定嘅一個語言。嗰種其實對於幾多人來講，我話客家文化一件事情，嗰種咧有嘛好冇嘛好，但是真係出國一趟，我發現到講啊，原來對幾多地方，可能你嗰個對幾座去對中國去到各個地方嘅人，只是你咪講哇，因為台灣嘅聲音話唔會慢口嘅客話事情，會感覺到講真係冇簡單。同時，我哋講其實有啲語言嗰種冇一保存嘅話，其實真係會消失嘅。係啊，嗰時真係出去下看到全世界嘅時，幾耐嘅時間，我第一個客家後生嘅有好多萬個東西啊。哦，一到客家後生嘅吼，我試到其他到清泰嘅學習哦，天就做係，唔可能一到客家後生，安尼哦，到嘅全國安尼顯出來哦，吼。哦，嘅英文要講啱好，客家講啱好，你做啲哦，一到就動有主見咧，一到動有自信嘅後生人，我到10年嚟行前訓練，佢哋到訓練到一隻團隊，哦，也件事情對一到。後生嘅吼，同有意做喺講，其他都學習用嘅同人咧安尼團隊合作，要為到一個目標去向下吼，來安尼呢個中間啊吼，當到安尼啊，嘅夾來夾去啊，安樣嘅同人尊重人啊，乜嘅，我知道也係同創業嘅一種團隊嘅精神。第一集做係吼。嘅
佮其实都以前学习的可能我怎么讲客家，毋过对客家文化是无按深入，佮其实都唱也都欣赏。动腔的也着欣赏来推了着教，其实着做伫讲，原来客家文化安尼历史，各位台湾用的发展呢，也着安尼规则的得到台湾的客家文化，其实着主要同层的认识，佮转来以后啊，有几则的小学从来无想到即个爱去读书读乜嘅学文也係講客家文化相關嘅內所，結果轉來幾廿集、4、5集，去到中央台好、聯合台好，安尼個時台，去個度就念客語系呀，佮安尼嘛，當好為安尼國家培養當好嘅安尼擺就愛入來為安尼客家文化來打拼嘅也就好3年佮真緊就當好。咁所以就是說講，也學會去做也就發動嘛，嘛做到動有名上嘅啦。佮也就生嘢世界國就做個全國啦做落安尼參加以前啊，我哋都做董事講，哎喲，東埔嘅生嘢董事今年東埔嘅生嘢嘛來一度我哋都做希望做一個講安尼全台灣不管係東南西北也得客家後生做一個來參加來接受安尼培養不會咧就啲講，哎喲，真緊咧安尼客家文化同什麼咧安尼客家文化係乜嘅？因为谈到呀我发现到讲这是搿种人在工人强技术我哋嘛一定要来先，因为这是有一啲安尼具体块，我哋外面看那冇咁樣一啲算是審核條件啦，無論是喺啲冇咁樣一啲客人同事，我哋嘛可以去服務客人我希望個其實係具體嗰個困難的。咁像我哋看到外面以後從這個嘅經驗地步，有嗰種歸來台灣以後，這個我想到講我哋係咪可以用這個能力去改變一些事情？無論講用這個能力去聽數客人，像有安尼的冇？有做喺度安尼思念服務2.0安尼一隻嘅講法地位我哋就今後做嘅希望也都參加思念服務嘅，不管係後生人也安尼一般嘅職工，做對都想講，思念服務學到嘅東西，總得做有法度對安尼嘅社會有安尼同好嘅一隻幫忙跟我就印象同層嘅就係我嘅協會以前接觸到嘅一隻國際職工佢呢去到嘅尼泊爾泰緬邊境嗰度去服務家，佢就看到個冬天嗰度細妹就係對自己安尼身體啦，個身體嘅變化就還冇安尼權力做錯嘅啦為神有洞察，佢都會想講按樣來改變佢哋嘅生活嘅方式，個比較較好嘅安尼為神嘅條件，佢自己呢就創立一隻社會企業，我哋都講嘅社會嘅安尼做生意嘅方法。有做的做生意，有做的改善安尼社會問題跟有一隻動有名嘅很多林念慈咁安尼學會委員跟呢佢就也免樂樂事就專門呢去協助嗰片呢安尼細妹做的有一隻做的做些做的去做呀棉布做嘅呀衛生棉佢就創安尼事業，本嗰片嘅細妹做得有勢，做得做做得賺錢，改善自家嘅生活，又做得改善自家嘅喜好做錯跟後來呢念慈佢就變到安尼亞太地區嘅100大傑出嘅青年其中嘅一位故說呢安尼就啲做思念服務，唔係做嘅一隻就係講自家做嘅同歡喜天安尼行做嘅用同好嘅方法包括做嘅有安尼做生意嘅方式嘛做嘅來改變來轉變一隻社會故說安尼一種方式，大家都做繼續
安尼来推动安样的资源服务2.0安尼嘿理念。故事资源服务唔单止可以天数骗人，还可以天数多几家。今日感谢我的秘书长来现场分享安吉菜故事。嘿，什么安尼的主持人，什么安尼的观众朋友，什么你？休息下我再听我的欣赏来，强下运动哦。我看福起来的观众朋友，记得去我的面书点赞，还有到我的客家电视台 YouTube 把我的影片分享出去哦。